屏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？凌晨4点，窗外还是一片漆黑，全家都睡得香甜，你却突然眼睛一睁，脑子清醒得像喝了咖啡，翻来覆去想睡回去，可越强迫自己，越觉得枕头不舒服，被子太厚，脑子里还开始跑马灯。明天要给孙子买奶粉，阳台的花该浇水了，上次体检报告还没看，越想越精神，最后眼睁睁等到天亮，白天昏昏沉沉，连买菜都没力气。这种早醒失眠，年轻时候可能1年遇不到一次，可过了50岁，怎么就成了家常便饭？很多人以为这是老了睡不着的正常现象，顶多吃点安眠药，喝点安神茶对付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凌晨早醒不是小事，更不能瞎应对。睡眠专家研究发现，凌晨35点醒来后，你的反应直接决定了后续能不能睡回去，甚至影响血压、情绪和长期健康。更关键的是，大部分人都在犯3个致命错误，越做越难睡。而只要避开这些坑，再用对3个简单方法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早醒的时光根本不是折磨，反而能变成滋养身体的黄金修复期。今天这篇文章，我把睡眠顾问35年的经验都整理好了，不管你是自己早醒，还是家人有这个困扰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收藏起来反复看。为啥一到年纪就爱凌晨自然醒？先别着急怪自己神经衰弱，其实中老年人早醒，大多和2个身体自然变化有关，不是病，而是岁月带来的正常调整。第一个原因，深层睡眠缩水了，褪黑素不够用了。我们的睡眠不是一潭死水，而是深睡眠、浅睡眠交替循环的，就像海浪一样起起落落。年轻的时候，深睡眠能占整晚睡眠的20%，这时候睡得最沉，打雷都吵不醒，身体还能趁机修复细胞，恢复体力。可过了60岁，深睡眠比例会骤降到5%以下，相当于整晚都在打盹，稍微有点动静，比如老伴翻身、窗外的鸟叫，甚至膝盖有点隐痛，就会立刻醒过来。这背后的元凶是褪黑素，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天然安眠药。年轻时一到晚上，褪黑素就大量分泌，帮我们快速入睡，睡得香甜。可年纪大了，它的分泌量可能连年轻时的1半都不到，就算早早躺下，也只能浅眠，到了凌晨自然就醒了。第二个原因，生理时钟调快了，体温早早就喊你起床。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个隐形时钟，医学上叫昼夜节律，它靠调节体温来发号施令。体温下降时告诉你该睡了，体温上升时就是该起了的信号。年轻的时候，这个起床信号大概早上7点才来，所以能睡到大天亮。可过了50岁，这个时钟会慢慢往前拨，可能凌晨4点就开始升温，身体误以为天亮了，你就会被硬生生喊醒。知道了这2个原因，就不用再焦虑了。早醒不是你不够自律，而是身体的自然变化。但如果1周早醒3次以上，还越醒越精神，就要警惕了。你可能正在做这3件毁睡眠的事。凌晨醒来，3件事绝对不能做。第一件，90%的人都在犯。第一件，一醒就看时间，睡眠的头号杀手。你是不是一睁眼就摸手机看床头钟？这个动作比喝浓茶还毁睡眠。68岁的陈先生就是这样，退休后天天凌晨4点醒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电子钟。天哪，才4点17分，还能睡2小时。可越想必须睡回去，越焦虑。明天要带孙子去公园，睡不好没力气怎么办？心脏砰砰跳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飙升，本来还有点睡意，瞬间被紧张感冲没了，最后睁到天亮。美国睡眠医学会的布鲁斯博士说，醒来看时间会让大脑立刻进入警觉模式，把睡觉和焦虑绑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身体会形成条件反射，一醒就想到没时间睡了，越想越慌，最后变成早醒看时间焦虑失眠的恶性循环。正确做法，把卧室里所有时钟都移走，手机睡前放客厅充电，电子钟、智能手表全收起来。陈先生照做后1周就见效了，虽然还是会醒，但不知道几点，心里反而不慌了，躺一会儿就又睡着了。第2件，硬躺床上逼自己睡，越熬越清醒。63岁的王妈妈
早醒后总觉得躺着就能睡回去，于是闭紧眼睛一动不动，脑子里却像放电影。儿子的房贷还没还完，明天要去医院复诊，孙女的校服还没洗，越想越烦躁。躺了半小时，不仅没睡着，还浑身酸痛，胸口发闷。心理学上有个情绪投射现象，凌晨时分，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最弱，一点小事都会被放大。你越强迫自己必须睡，大脑越反抗，最后把床和失眠的痛苦联系起来，下次一躺上床就紧张。睡眠专家推荐刺激控制法，如果醒来后1520分钟还没睡意，果断起床，别待在卧室，去客厅开个小夜灯，别开大灯，强光会让身体以为是白天。倒杯温热的白开水或大麦茶，别喝咖啡浓茶，做3分钟简单伸展，抬抬胳膊，转转脖子，再拿个小本子，把脑子里的烦恼一条条写下来。比如明天给孙女买生日礼物，周3预约牙医，写下来就相当于告诉大脑，这些事已经记下来了，不用现在想，等觉得眼皮发沉，有睡意了，再回到床上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比起硬躺1小时，这样20分钟就能快速入睡，睡眠质量还更高。第3件，醒来就大口喝水，半夜总起夜，睡眠睡成渣。79岁的张伯伯早醒后习惯喝1大杯温水，觉得补充水分能助眠，结果反而更糟，喝完水不到半小时，膀胱就胀了，起来上厕所，刚躺回去没多久，又想上，一晚上折腾3、4次，睡眠被切得支离破碎，白天昏昏沉沉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肾脏功能会自然减弱，排水能力下降。年轻时喝1杯水12小时才有尿意，可65岁以上的长辈喝200毫升水，可能30分钟就想上厕所。凌晨35点是肾脏休息的关键期，大量喝水不仅会频繁起夜，还会增加肾脏负担。正确做法，如果觉得口干，只喝1小口水润喉就行，千万别大口猛灌。张伯伯照做后，起夜次数从3次降到1次，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3. 早醒不可怕，3个方法让你躺平就睡，避开上面3个坑，再试试这3个专家推荐的方法。不管你是醒后半小时还是1小时，都能快速找回睡意，还能顺便滋养身体。方法1：温水利咽，手脚按摩，5分钟放松助眠。77岁的林阿妈被早醒困扰了10年，后来用了这个方法，现在醒后能快速入睡。醒来后先起身喝1小口温开水，然后坐在沙发上搓热手掌，轻轻按摩双手和双脚，大概5分钟，再躺回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这个方法的原理很简单，温水能轻微提升核心体温，当体温慢慢下降时，身体会自然产生睡意，而手掌和脚底有很多神经末梢，轻轻按摩能放松全身肌肉，激活休息神经、副交感神经，让身体从警觉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。具体怎么做？喝12口温开水，别多喝，搓热手掌，从手指到手腕，轻轻揉捏每根手指，再顺时针按摩手掌。按摩双脚，用大拇指按压脚底板，从脚趾到脚跟，慢慢推揉，不用太用力，以舒服为准。全程不用开灯，靠感觉操作就行，简单又有效。方法2：感恩日记，担忧盒子，清空大脑再睡觉。83岁的王伯伯早醒后总担心远在外地的子女，越想越胸闷。睡眠顾问教他一个小技巧，床边放个笔记本、1支笔，还有一个漂亮的小盒子。醒来后，如果脑子里有烦恼，先写3件昨天值得感恩的小事。孙子给我打电话了，昨天的红烧肉真好吃。下午散步遇到老邻居，再把担忧写在小纸条上，折起来放进盒子里，告诉自己这些事明天再处理，现在我要好好休息。没想到这个孩子气的方法真的帮王伯伯解决了问题。写下来之后，感觉脑子空了，不用再反复想那些烦心事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写感恩日记能激活大脑的理性区域，平衡焦虑情绪，而把担忧放进盒子的动作是一种心理暗示，相当于把烦恼暂时寄存，不让它占据休息时间。加州大学的研究显示，坚持3周写感恩日记，睡眠质量能提高41%，早上醒来更有活力。方法：3点54分321，
感官冥想法，专注当下，快速入睡。76岁的李奶奶，老伴去世后总早醒，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气，满脑子想自己以后一个人怎么办。后来她学了54321感官冥想法，现在早醒后能很快平静下来，继续躺在床上，不用睁眼，按顺序感受5种感官，用眼睛找5样能看到的东西，比如窗户轮廓、衣柜门、棉被褶皱；用触觉感受4样东西，比如棉被的柔软、枕头的蓬松、手背的凉意；用耳朵听3种声音，比如窗外的风声、自己的呼吸声、远处的时钟滴答声；用鼻子闻2种气味，比如房间里的香皂味、空气的清新味；用味觉感受1种味道，比如嘴巴里的淡淡茶香。李奶奶说，通常做到第3步，就觉得心情平静了，脑子里的念头也停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注意力从担忧过去、焦虑未来拉回当下，让大脑忙着感受身边的事物，自然就没精力想烦心事了。不仅能助眠，还能缓解焦虑，特别适合情绪敏感的长辈。最后想说的话，早醒不是折磨，而是专属你的黄金时光。很多人觉得早醒是倒霉事，其实换个角度想，这是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。年轻时为家庭工作忙碌，没时间和自己相处，而凌晨的安静时刻，恰恰能让你慢下来，关照自己的身体和心情。睡眠专家说，比起睡够8小时，睡眠质量更重要。与其为了凑时长硬躺，不如用科学的方法应对早醒，避开3件禁忌事，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助眠方法，既能快速入睡，又能滋养身心。记住，中老年人早醒不是病，而是身体的自然变化，不用焦虑，不用硬熬。从今天开始试试上面的方法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凌晨醒来不是折磨，而是上天赐予的修复机会。如果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，可能你的一次转发就能让他们摆脱失眠的痛苦，拥有安稳的睡眠。最后祝愿大家夜夜好眠，身体健康，